第一篇議席論。凡人治異邦，或見其人行事殊常，而以為怪，言其所以言者，俗異也。夫俗者，眾人所以思所以行之法也。四海之內，風俗未嘗同言。譬如生於歐羅巴者，與人共浴，或以為甚怪。蓋歐羅巴之人，常獨浴故也。然於日本韓國之人，則不以為怪。何者？此其俗之一端也。自幼及長，皆行之如是，故於其人也，是之自然然。飲食之俗，亦隨國而異。有人聞法蘭西人食蝸牛，日本人食鯨魚，而大驚然。然於其人也，則不足怪也。有俗食昆蟲及海藻者，雖食牛肉於諸國甚常，然印度之人，多終身不食牛肉。蓋其人以牛為神聖之獸故也。吾人學異國之俗，每為之所驚，然其間無所謂是非正誤也。未有一族高於他族，亦未有一族下於他族者。故欲為真正四海之人，當敬異俗而明其所以然，斯為要矣。